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高端疫苗第2期临床其中分析解剖成功后，也送到食药署申请去授权，并7月开始做疫苗。国内今仔日增加263例本土病例，另外也有风声讲，真有医生药师伫咧死亡进前捌注过 AZ 疫苗。台北市好心肝诊所发生疫苗摕来互志工做的违法行为，目前北检也正在介入调查。今仔日的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听一站的好消息。国产的高端疫苗今仔日股票停止交易，高端伫暗头也召开记者会，宣布第2期临床其中分析是解剖成功啊，也赶紧把相关的数据甲资料送到食药署审查，申请紧急授权使用。高端的发言人表示，讲会将相关的数据甲资料送到食药署申请紧急授权使用审查，也根据着第2期其中分析数据，赶紧向后面的 EMA 甲其他药政主管机关咨询，也会申请第3期临床试验，希望会当比照国际标准，摕到药证。讲到今仔日国内增加266个确诊病例，有3个境外263个本土病例，另外也有28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照目前的趋势来看，疫情有小可降低，不过也是无讲介明显，也请民众千万唔通放凉。国内新冠疫情要持续咧炭烧，七早国新增加263例本土病例，其中以新北市112例上侪，国内是台北市58例，苗栗县43例，桃园市14例，基隆市12例，彰化县10例，花莲县7例，南投县、新德县拢2例，也那宜兰县、台东县、台南市是1例，另外嘛新增加28个死亡的病例。整体的一个病例从这个发病日也好，或采检日来看。整体它还是有一点向下的一个趋势，不过状态并不明显，状态并不明显，要持续注意。今麦确诊的死亡人数一直咧压悬，佫传出台大病院找到收治一个到病院进前死亡的患者，确定感染新冠肺炎。经过调查，是一个66岁，伫3重保诊所的医师，7天前捌注 AZ 疫苗，找到发生稳定欠送数的现象。送病院进前都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伫台大病院过身。也若伫咧嘉义一个社区药房药师，6月初时注 AZ 疫苗了后，找到出现扁白、家扫等等的情形。找到甲因厝内人讲伊身体无爽快，想要转去房间休困。食饭时间厝内人甲叫煞叫袂精神，紧急送病院，毋过到病院进前就已经死亡。中午约12点50分，送来本院，然后来本院发现是到院圈死亡，经进一步的紧急处理之后宣告无效。我们这一位药师呢，他有这个中风的慢性病史，有做 PCR 的采检，那结果是阴性。嘉义市卫生局表示，目前暂时无法度判定敢是因为注疫苗的关系致使伊过身，所来会整理所有的资料，向中央通报是疫苗不良反应的事件，再由中央来判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本土病例的部分，台北市今仔日有增加58例。若讲到台北市有诊所甲疫苗摕来乱做的风波，市政府表示讲有发予6间诊所，拢总有202罐疫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敢有摕来乱做的，就要请台北市政府提出报告，若无遵照规定，一定会严办。台北市的卫生局长黄世杰也讲，伊要落台来负责任。不过市长郭文德说是无来甲伊温准。最大的一个责任督导不周，最大的责任，所以我已经跟市长提出请辞。台北市好心肝诊所得到北市府配发135罐 AZ 疫苗违规开放予志工做，引起一连串的争议。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自认咄咄不离，决定请辞，不过犹原无解开疫苗配发的疑魂。我也觉得蛮惊讶的，怎么会说一个配发疫苗？我还真的去查那个职务分工表，你知道吗？台北市政府真的发疫苗到股掌就可以觉醒了。疫苗配发风暴影响北市府国民代表面对，不过摕到疫苗诊所唔拿好心肝，先摕到的是小核心诊所旗下4间分店。5月3日到6月初8摕到85罐好心肝是分别伫6月初7、初8收到疫苗115罐，也阁有1间合众诊所6月初8摕到2罐，拢总6间诊所202罐疫苗。敢是对这6间较好，指挥中心要求北市府提出报告。
我想是不是在疫苗上面有没有私相授受哈？那我们还是会请台北市哈提出报告来哈。基本上还是照着规定去做。那有不合规定的地方，那我们当然就是会严办。就施打的对象，是不是第一类到第3类的人员？我想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重点了哈。留到那6家诊所这个我们会处理嘛那个是我们不对嘛不过事实的真相就是疫苗还是不够。国民党指出，台北市1到3类注册人数是12.9万人，也不过也是有4万多人还未注意疫苗是事实。医师工会抗议也是真的，重大问题都伫疫苗无够，也不过已经摕到疫苗这6间诊所，合计注射对象占偌济比例，北市府也要搁查。记者综合报道。即摆伫咧新竹空军病院也逼出讲有人乱注疫苗风波，国防部今仔日表示讲院长无遵照相关注疫苗规定，除了甲因道歉以外，也提出自请处分，国防部也随甲伊调离开职部。经过我们调查，北区卫生所主任他也坦诚，在6月9号当天有安排19位的卫生所的同仁到国军医院来施打疫苗。那其中有5位并非是医事人员，他是不符合接种的资格。那我们也会进行惩处，那卫生所的主任也会调职主管辞职，并且记过。有媒体报道讲，新竹空军病院的院长崔以伟私底下伫咧暗时看门诊替伊身躯边的人注疫苗，所做的疫苗唔有 AZ 疫苗，甚至有个莫德纳疫苗。国防部伫暗头也回应讲，院长崔以伟也已经承认讲伊有犯差做错，主动向国防部提出自请处分。国防部也对外表示讲真抱歉，也甲崔以伟随来调离开职务。讲到新北市双和病院和文主公病院拢出现住院的病人本地是阴性的，落被转做阳性，佮喂互其他病人甲护理师。伫咧三级的文主公病院，目前已经有7个人确诊，1个人死亡咯。双和病院有9个人确诊。另外，伫国军的台中总病院也有1位负责这个负压专责病房的护理师来确诊。相关的接触者目前有13个人是阴性的。新北市三甲的文主公病院爆发群聚交叉感染，5月22日，一名 PCR 阴性患者住院，2被因为胸腔电工状况变差，2个 PCR 阳性确诊，因为住伫一般病房活1礼拜时间，到初九为止，感染江楼站的3位病人，1名看护、1名照护员、甲1名护理师，其中1位病人当日确诊，当日死亡，总计有71人互科列隔离。外口风声院方也将抗病房加做护理人员隔离使用，甲一般病人这会，这不是院内感染，这是一个群聚的感染。怕他回到家，他没有自己的一个1人1室，没有自己独立空间，没有自己的卫浴，反而会造成家人的困扰。所以我们就说，这样的话到我们的病房来，那我们就空出半层的病房给他们。文主公病院群聚感染目前有7人确诊，1人死亡。新北市双和病院也传出有病人到院 PCR 呈现阴性，后来转为阳性。地区照顾伊的医护人员着病，为何3位病人、3位陪病者甲2位护理师有9个人确诊？那阴转阳大概是大家压力最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会希望医院呢能够加强筛检的一个频率。那另外呢，对于医护同仁的防护装备，也希望能够提升。另外，国军台东总病院也有1名负压专责病房的护理师确诊，初到院方执行高风险单位体检时，1名护理师 PCR 呈现阳性。院方随科列病房甲江楼站所有同仁安排 PCR 采检，目前拢是阴性。5月中的时候，他已经打过疫苗了。其他的一些病房的楼层的病房呢是有正常运作。那在这个都是高风险的单位呢，我们都有特别的管制。目前科列37人中有13位 PCR 阴性，其他也会等待结果。台中国军总病院有专职护理师确诊了后，即日起也暂停急诊住院健检、快筛甲自费参公费 PCR 等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伫昨暗有对外表示讲，空军作战指挥部的复兴营区发生烧毁事件，本地是2个人烧毁，即马是拖到6个人。也因为这个营区关系到国家空中防卫安全，指挥中心也已经派人去协助，而且会调整人员排班的方式，防止疫情搁再传开。
空军战机随时升空来应应中国军机，定定接近咱的领空。伫台北市公馆福兴野区的空军作战指挥部负责指挥咱的战机伫空中的各项应应作为。不仅传出进前有2名军官伫野区内底感染的事件了后，再阁传出其他4名官兵确诊。空军到暗时发出新闻稿表示，总共有6名同仁经过 PCR 检测来确诊，所以马上通报并且隔离治疗。空军马上配合中央啊地方警卫一调，并且对着环境来消毒管控疫情。我们完全依照政府的相关防疫政策来遂行相关的防疫工作，包含匡列疑似或可疑密切的这些接触者，我们相关军方的这些医疗单位呢，密切的跟中央的这些防疫单位，包含地方政府的防疫单位呢，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根据了解，空军作战指挥部福兴野区因为真机密，大家工作拢伫密闭空间的phòng空也是建筑物内底。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特别派人来了解相关的防疫作为，避免继续迎来感染，并且下防疫指示，依照上升确诊的状况来调整原本的轮班机制，维持抗风战力。空军强调，每一个单位继续依照分层、分区、分流，个分时的管制作为来执行战备任务，包含分仓、分流、分地来分散风险的作为，我们都已经规划好了。在兼具防疫以及战备的工作，依然是我们目前重要的工作的项目。我想在遂行防空作战或者相关的这些空防安全的任务，我想我们是有绝对的信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9号公布新的做疫苗的顺序，军方排第第7位，即马政管单位传出疫情，恐惊冲击到咱的国家空防，可能还得思考调整部分重要国防官兵的接诊的顺序。记者张志勇、陈志成台北报道。讲到苗栗的科技厂发生移工群组感染事件，到今这疫情是压不落来，今佫增加43人确诊咯。其中爱特别注意的是，警官电子伫咧初九，甲1000多名员工做第2回体检，却有30个人对阴性转做阳性，这寡人也来锁落去做核酸检测。那讲到中华部分，今仔日是增加10例，是甲麻雀传播链病院群组感染有关系。另外，伫南投也增加3个家庭感染的个案。警员电子电缆厂的员工也是继续伫咧做快筛，不过这是因第2届做快速体检。虽然警员电子初六暗时已经分流复工，不过初九第2届甲1000个员工做体检，都有30个人为原本阴性变做是阳性，也若这阳性的人，拢要搁做 PCR 检测。其实快筛呢，它的伪阳或伪阴性呢的比例呢都是存在的。以伪阴性来讲，大约是在30% 左右。所以呢，我们之前筛检的个案，它有可能在事后呢，它会有一些症状出来。苗栗县初10新增加43例确诊，包括警员11例、地方28例、立警1例、警长2例、大兴生科1例，移工群组也未有转号的现象。咱若彰化县是增加10例确诊的个案，其中有3例感染原因不明，另外1例是属于卖水果的传播链，3例是拍麻将的传播链，另外还有4例是甲某一间病院的群组案件有所关联。在护理之家跟病房清空隔离之后呢，目前在院内没有新增加的病例。可是住过这个病房出院的，我们在居家隔离当中陆陆续续发病，现在累计也到8位了。南投县草屯家族的群组案，佮新增加1个亲人嘛确诊，另外1个妇人人6月初3为美国返来台湾，伫咧居家检疫的期间确诊，弟叔因翁嘛互话着，翁仔某2个人拢确诊。南投县为着因应所落来伫要到的5日节连假的防疫，县府嘛甲风景区做出相关管制措施。目前呢，整个南投的各风景区、油气据点、观光游乐业、农场、林场、自然园区、森林游乐区、森林步道以及游客中心跟码头大概都已经全数关闭到6月28号。伫观光交通的方面，侪车帮嘛拢缩减。南投县旅宿业者嘛配合政府防疫，到6月28为止，是拢自主未收旅客入来带，避免出现防疫的空棚。希望透过更较严格防疫作为，会当互3级警戒赶紧解除。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好心肝诊所违规甲志工做疫苗，去互市政府罚200万。本地好心肝诊所要开记者会来说明，不过这时间是改来改去，落尾竟然用声明稿来背回，讲注这疫苗的人拢是医护人员甲接来志工。这个事件北检也要介入调查。另外，有一间诊所的河水小河险的要摕到85万，河险的工作人员来表示讲，诊所员工有1000多人，850人已经伫咧初背时阵注过疫苗啊。
台北市好心管诊所违规替志工注 A 字疫苗，去市政府罚200万，佮取消合约诊所的资格。好心管诊所亲身出来说明。这次施打的对象就是我们好心的工作同仁以外，就是我们常年跟我们一起在做肝病防治的志工。我们的出发点的善意的，当然也许规划上不够周延，造成一般民众以及有关的单位的困扰，特此道歉。好心肝声明指出，疫苗注射对象除了基金会加诊所固定工作同仁300多个，也有经常性的志工600多个。另外，非经常性的协力志工参与推动肝病防治，志工大部分是退休的医护人员，也甲爱心的人士。另外是定定义务支援社区服务的志工家属，也有定定伫基金会来去的工作者，亲像清洁人员、水电工、大楼保全，也有专业顾问。好心肝再次声明，这届注射疫苗的对象就是这些志工。也甲医护合作友伴。好心肝诊所佫讲，接到台北市医师公会通知，请台北市医师人员6月7日进前到指定地点完成疫苗注射。诊所是根据着注疫苗优先顺序规定的第一类医师人员，也甲医疗院所非医师人员分类办法来做的。这届台北市配发予诊所的疫苗，除了好心肝诊所摕到115罐以外，小和兴诊所所属的4间诊所拢总摕到85罐。和兴是讲诊所拢总1090人，扣除有新的确诊人、高风险人员850人伫车北拢已经注好。我们大概打的差不多了，应该算是蛮刚好，所以我们施打率应该有95%以上。那还有一些是孕妇啊，那还有一些是因为身体有这些特殊疾病，或者是他不愿意施打的人，这种人很少数，所以我们整个体系目前是施打完毕。因为国内疫苗无够，行政院也讲同话，立足诊所私底下注疫苗，要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或者是行政法律责任。没有依接种顺序名册私自帮民众施打，政府将就相关人员的刑事或行政的法律责任依法追究。台北地检署车站也指派检察官分他2案侦办，要调查台北市卫生局配发疫苗和好心肝诊所相关的行政流程。专案小组议定，分别约谈台北市卫生局、好心肝诊所相关的人员说明，要搁用事前的方式复讯，查清楚是不是有牵涉到不法。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112个确诊病例。市长侯友宜表示，快筛站大部分拢是无症状的感染者，伊唔惊数字变多，就要继续体检，才会当切断传播链。今仔日伫树林也出动快筛队，甲里面做体检。车站本土病例确诊数全国也是以新北市112人上济，中和19人，板桥18人，也是排新北热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快筛站大部分拢是无症头感染者，外界质疑新北市确诊数较济。侯友宜是讲，爱持续用大量体检，找出无症头感染者，扎断社区传播。所以我们找出来的都是无症状确诊者居多。最重要的是鼓励市民出来广筛，所以市长不怕高。更不怕多，只怕你不出来。呼吁我们所有重热里的里民们，透过里长的一个处理，让我们的里民尽量留在家里面的低度活动。新北市今麦有37位体检站，车站树林阁新增加机动体检队深入邻里。最近运行缺氧死亡的案件真多，新北推出远距虚拟病房平台，伫集中检疫所发放血氧机，上传血氧资料，医师人员则阁远端监测个案的身体素质。拜托我们市民宅在家，更要更低度的活动。尤其我们29个区的区长都会到各地去了解人潮的状况，随时通报，随时监控。因应着5日节连假到啊，侯友宜表示会促成各区区长到各地监控人流状况，也拜托民众5日节千万唔通出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家人的菜市啊，一度业者来染病，市政府也甲成功市场仁爱市场封起来。封起来了后，附近的居民刷走到别个菜市啊去买菜，为着要避免群聚，华山街对境开始封路管制，会管制人数、奥多巴甲汽车的数量。那讲到宜兰的部分，县长林姿妙是宣布讲，5日节连假期间往回宜兰的客运车帮袂当超过2成，也要减少民众行大机会。
民众排几排，除了填写实联制，嘛都要按照迄天的身份证字号尾数，才会当进入市场。家人的花山街市场，初十开始封街管制，警方到现场维持秩序，加过去人踏得店的情形，即马冷冷清清。疫情严重，不过有民众出外唔挂喙暗，立刻互区公所的人员关心。从上午7点半到中午12点为止，人车管制。依照市场的防治法，就是说身份证号码今天是双数码，就双数才能来采买。基隆两大传统市场最近传出疫情，鲜果市场传出真侪大商感染着，其中有较真的猪肉摊也伫仁爱市场营业，所以基隆市政府下令两个市场拢爱停业。先讲仁爱市场所有的摊头全部拢爱考虑居家隔离。仁爱市场的摊商全部也是好，然后现在正安排在今天。跟明天陆续的进行 PCR 的一个采检，好，所以我们并不会特别去框所谓的运送的人员或者是去骨人员，哈，我想，这一个我们是更大范围的一个框列。基隆新增加12例确诊，分别是仁爱市场对面的便利商店员工、驾护中心外国一个护员、护理之家的住民等人，其中有10工业公司检验员一个喂4个，引起家庭规定感染。按12165是他的女儿，哈。也是匡列为接触者，好，然后之后采检确诊。另外是按12166，这是另外一名女儿，哈。那今天呢，这个暗号呢12053的，就是30多岁的这个女性，她是昨天暗号11974号的女儿，母亲确诊后安排她呢采检，结果呢确诊。宜兰进前伫大溪用行动体检站拢总体检383人，快筛加 PCR 的结果拢是阴性。面对所来的50济人假，林祖苗呼吁用电话问好代替回乡探亲，也宣布为6月11至6月14，各都客运各班次无超过2成，来减少民众非必要的跨县市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也未完全稳定落来，伫咧5日节连假，千万唔通出门。台东含一个嘉义市已经成立快筛站，那针对北部地区转来民众，上好去做一下免费体检。台东县真无简单维持7天零确诊，也毋过初10阁出现一个确诊。官府早起协调国军化学兵部队，出动6台各型消毒车，到台东市区大溪小巷进行全面的消毒。官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台东，也特别伫市区的艺文中心广场设置快筛站，提供民众自费快筛，而且营养要到5日节连续假期，可能有旅客到台东，已经协调台东火车站11下到4点，伫车站出口设立快筛站，提供返乡也是到台东的旅客自愿，而且免费接受快筛。快筛的就较放心嘛，在地人嘛较放心。以自愿筛检为原则。那如果是从北部回来，或者是身体觉得有异样的，就是鼓励他筛检。嘉义市也应用北部大学毕业学生伫5日节返乡，特别伫台中荣总嘉义分院开设返乡学生预约免费体检站，即日起到13，大家会当采检120人，呼吁设籍伫嘉义市也是北部设籍伫嘉义的返乡学生来快筛。希望能够在回到家业之前，或是回来，他自主管理，好，然后14天，好，然后可以有一个筛检的地方。为了防止5日节连假返乡人潮带来疫情，嘉义市甲台东县拢推出免费的快筛，也毋过也呼吁外地返乡民众爱自主健康管理，也请游客爱忍耐，放假也是暂时好好的踮伫厝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伫南韩南部的城市广州，伫当地时间初到暗时8点半左右，发生楼仔厝崩落来意外，是一栋5层楼高、东北铁的楼仔厝，却是向倒落来去缀着一台巴士。虽然消防单位透暝伫咧抢救，不过依然造成9个人死亡、8人重伤意外。发生意外进前工人也拢离开啊，详细事故原因还在调查。美国宣布讲，要搁再捐5亿吨的辉瑞疫苗，予一寡无疫苗通好做的国家。根据着美国媒体报道讲，总统拜登上紧伫今仔日就会宣布这项消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也证实讲，会伫咧 G7 峰会顶头发表这项联合声明。专机飞到几多点钟了？美国总统拜登加第一夫人吉尔到英格兰西南边的康瓦尔机场。会去参加 G7 7大工业国家集团领袖峰会。在出境前，拜登先伫咧米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
对驻英国的美军发表谈话。We have to end COVID-19 not just at home, which we're doing, but everywhere. There's no wall high enough to keep us safe from this pandemic or the next biological threat we face, and there will be others. That requires coordinated, multilateral action. 有几多间美国主流媒体伫头版报道，拜登会伫咧随集宣布闭关5亿剂辉瑞 BNT 有风险的消息。目前美国已经向辉瑞订3亿剂有风险，互国来自。白宫另外以非营利计数订5亿剂辉瑞有风险，是要来关乎海外92个国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也证实，拜登会伫咧 G7 峰会发表这项计划。We'll be able to talk about additional steps the United States is taking to help donate more doses to po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also to leverage w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doing to help get the world's democracies to increase their commitment to supplying vaccines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to help end this pandemic once and for all. 白宫表示，今年大概会当配送2亿剂有风险，其他的3亿剂是伫咧2022年交付。不过，世卫估计全世界疫苗需求量大概是110亿剂，所以恐惊抑阁有更加侪国家即年来斗相共管疫苗。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提案，欧盟各国未来会针对着武汉肺炎，被推出着健康通行证。欧盟的公民若有注过疫苗、体检阴性，或者是点病了后有复原，就唔免搁再隔离，会当伫咧欧盟会员国之间出入。唔过注啥物款的疫苗，就要受到欧盟认同的照准绳。欧洲议会初九表决通过提案，会推出全新的新冠健康通行证，也就是咱讲的疫苗护照。若有疫苗护照的欧盟公民，甲合法的居民，会当伫咧欧盟国家之间自由来搬徙，唔免隔离或者是另外做体检。7月1开始1年的时间，所有欧盟的成员国拢爱免费发放，而且爱承认疫苗护照的效力。有疫苗护照的欧盟公民，只要有注过新冠疫苗，或者是最近体检是阴性，也是捌话着，毋过已经复原。3项内底符合其中1项，就会当自由出入欧盟国家。若相关的资料会放记录伫咧通行证内底。In other words, an EU country cannot block an EU citizen from entering if they haven't been vaccinated. It has to allow them to get a test and/or quarantine and still come in. 为着让各国有时间准备，新的措施实施进前的前6礼拜，明年规定爱施行。若通行证是由欧盟各国发放的，会当选择纸本或者是数位2种形式，两种拢是用 QR code 的方式来呈现个人的医疗数据来确保隐私，而且袂含其他的国家分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有注新冠疫苗，敢若有欧盟核准的才有准绳。目前欧盟核准的疫苗有 AZ、辉瑞 BNT、莫德纳，抑阁有胶生疫苗。即马已经有咧注疫苗，欧洲各国的疫情有较缓和。法国初九开始开放国际旅客入境，不过照疫情的程度，会甲各国分做青色、橄榄色、红色3个等级。这3个等级的入境条件拢无共款。另外嘛，开放餐厅、咖啡厅会当伫咧内底食，嘛甲宵禁的时间为暗时9点延到暗时11点。若比利时嘛大幅度放零防疫的限制。重新开放戏院、电影院、餐厅等等。不过当局嘛警告，若要预防 Delta 变种病毒，注疫苗的速度就要搁较紧的。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国产的高端疫苗今仔日股票是停止交易，高端伫暗头仔又召开记者会，宣布第2期临床机中分析解盲成功，也会赶紧把相关的数据甲资料送到食药署审查，申请紧急授权使用。高端的总经理表示，第2期的实验人数有3000人以上，而且发烧的几率也增加无到1%，安全性有符合紧急授权标准，而且量也拢准备好势啊，今年上无会当生产1000万吨。头1期国产疫苗宣告第2期临床试验其中解盲成功。高端疫苗执行副总李思贤对因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是真有信心，强调家己甲厝内的人拢愿意做，强调所有的受试者拢无出现疫苗相关严重不良的反应。在全身性不良反应身上，发烧比例即疫苗组为0.7，安慰剂组为0.4，并未发生与疫苗相关之严重不良反应。高端的候选疫苗确实展现出次单位疫苗良好的安全耐受性。国产高端疫苗第2期解盲成功，接落来就是直接以2期解盲的数据甲报告，交为福部食药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总经理陈灿坚强调讲，中州2倍品质较稳，
安全性敢乃受成悬，符合紧急授权的标准。不过，还欠第3期临床试验，嘛还无公开保护力的数据。不过，陈灿坚再三强调讲，疫苗安全性无问题，会赶紧申请紧急授权。我们的受试者，那么是超过3000人，也就是说，我们是符合它第1条的标准。同时呢，我们也在接种后最后1剂，那么最终1个月。特别的这个发烧部分呢，那比例非常低啊，小于1%。不过，立法院联席委员会审查有关2600亿纾困4.0的预算。卫福部书面的报告书指出，国内疫苗厂所用的中组2倍的技术，开发的期程比莫德纳甲辉瑞新冠疫苗还佫较久，而且较好应付新冠病毒的突变，恐惊这会冲击到民众驻国产疫苗意愿。不过，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讲，目前的研究还佫在进行当中，会看疫情的状况来调整策略。是 mRNA 的它的一个变化的速度是最快。好，但次单位疫苗仍然有它的一个变化的可能性，在未来那有新的变化，那我们的策略就随着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改变，不管是打第3剂。陈时中表示，解剖的结果甲紧急授权使用并无关系，因为还佫需要甲其他的研究甲科学的数据做伙看，经过综合的评估了后，才会当送去审查。那通过了后，才会当摕到紧急使用授权。也若高端疫苗第3期的临床试验，因强调讲是一定会做。上大的目标就是摕到国际药证，只是这成本是真悬，无排除会伫友邦国家，或者是伫染病患者较侪的所在来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的顾问丁一鸣去向亚讲，伫咧5月时阵已经注过 AZ 疫苗啊，所引起特权的争议。行政院表示，丁一鸣算是第2类的人员。指挥官陈时中也讲，定定会甲丁一鸣做伙开会。另外，也有人讲 AZ 疫苗进前捌找过台湾代工，但是中也讲，因为对方要求的数量伤过济，咱台湾无法度应付，才来讲无成。疫情严重，不过疫苗供应有限。最近传出特权插队组疫苗的代志，传出当下担任行政院顾问的前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今年5月中已经做 AZ 疫苗，引起质疑的声音。行政院表示，丁一鸣是属于第2类中央防疫体系内底。现在应该是行政院的顾问丁一鸣啊，您最近一次跟他开会是什么时候？我经常跟他一起开会。这有没有相关的特权的疑虑？因为我们在第2类还有列的中央跟地方的防疫人员，他有列在里面吗？那我要看看他的造册上面，因为他有那个资格在那里面。立法院临时会彻查审查纾困4.0预算对价案，卫福部编列疫苗采购费用267亿，那赢立委是批评钱付煞提无回。前立委郭正亮指出 ，AZ 疫苗原请去年捌找咱台湾代工，不过最后破局。但是中是讲，因为对方希望至少代工3亿剂，超出咱方预测的1亿剂真济，台湾产量有困难，最后才无讲成。代工生产 AZ， 但一方面也有人不太喜欢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他要求的量，我们那时候评估起来，是会有困难。你疫苗的单价以前是编750块了。国产疫苗高于这个还低于这个，总可以讲吧？你不要跟我讲数字。对，我们高还是低？我们现在大概编的数目编的了都比那个要高一点。面对立委追问疫苗的介绍，陈时中表示有保密协定，为去年9月底开始到6月为止，咱国疫苗采购签约已经达到1981万剂。陈时中坦白讲，确实比较较歹掌握到进度。记者综合报道。企业界发挥爱心捐钱协助，向日本的公司买负压隔离舱捐予政府。目前头一批有10座负压隔离舱已经顺利对日本送到台湾啦。包括着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等人也拢来到现场关心。这批负压隔离舱会送予卫福部安排予急救责任病院使用。指挥中心表示讲，英国桃园病院就捌用过这款负压隔离舱，这款隔离舱会当设伫咧病院外口，保护急诊室的安全。伫咧疫情期间，若准雄雄死亡，唔知安怎过往的案件是啥物人来判断的？一般拢是通知检察官来检。不过最近有真侪雄雄死亡的这个个案，落尾拢验出是确诊者。就检察官的解决团体呼吁政府讲，应该爱先通知卫生局来检验，才当避免这病毒烧坏情形。救护车边提病，穿着防护衫的卫生局警员要将雄雄死亡的印尼存款送往检验。死者26岁，顶个月12雄雄死亡，这个月7日，专家建议高雄降了后，才将遗体运走。那不是多原因嘛？身体平时身体很健康的嘛。
死者感情确诊，也爱进一步上检。海巡表示，只是协助送遗体到殡仪馆，其他细节无了解。不过全程拢有防护，只是随着疫情相关。属于新北市辖区，防叫做北三角的台北市林新北地检署最近雄死亡件数变多，其中新冠肺炎确诊的比例也真高。该采的话还是要采，因为如果他能够是有感染，你把他确诊的话，他还是对那个疫情的防治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帮助这样子。有法医表示，疑似着病上检案件中，检出阳性的比例超过一半。为了防疫，也是会继续检验，才会当有效鼓励其他人员，避免防疫看旁。不过，也有检察官反映，不少疑似新冠肺炎雄死亡的案件，大部分由警察向检察官报称司法上检出现防疫看旁。病死或者是猝死，本来就应该要由卫生局通知专业的这个医疗人员，先到场进行相验以及采检。那当天如果说就有状况，就可以立刻的进行匡列隔离。检清检界表示，法医 PCR 检验爱当2-3天，若家属甲接触者无防护力，恐惊有空窗期，建议应该由警察先通报卫生局，由医疗机构人员确定排除确诊，才由警察报请检察官司法上检。不过，无证据有台南、新北采取这种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死亡个案当中，有11%外的人是送到病院进前就死亡，初步判断是稳型无溃所造成的。讲到这个稳型无溃，就是讲肺内面送水高度伤过低，咱人是未发现，一直到真严重啊，送病院急救也拢未获救。为着要避免这款的情形，中华电信和阳明交大有开发血氧监测分段平台，目前有甲新北市的联合病院合作，随时追踪患者的血氧变化。原则上，隐形券的确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炭烧，统计5月11到6月7日的296名死亡个案，有11.8%是9年前死亡。初步检判甲稳型欠氧有关系。稳型欠氧的特点就是症状无明显。它会破坏我们侦测氧气以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这个机制，导致病患在病情恶化的时候，并不晓得自己产生缺氧情形，往往就会造成猝死或者是病情快速恶化的现象。一般的欠氧会出现喘气困难、面色反白等现象，不过稳型欠氧未。但真正艰苦的时阵已经真严重，而且病院甲检疫所医护人员除了承担接触风险之外，也无法度时刻监测隔离患者的生理变化。新北联医为初期开始，伫专责病房使用中华电信甲阳明交大开发的 COVID-19 血氧监测分段平台，随时追踪病人的血氧变化。在隔离的情况下，每一次的量测都很困难，往往不能够做到及时的监控。具有这个蓝牙连线能力的解氧设备，直接和手机做连线。就交给这个科技，让它数值能够传到云端，所以护理师第一时间就会知道他病患的变化。将智慧血氧仪挂好，经过5G加智慧物联网技术，继续监测血氧加心跳，各地平台分析，当血氧浓度超过94%，也是心率异常，都会发出预警。若讲血氧浓度超过90%，也是 AI 判断定下恶化趋势，也会及时通报，防范稳型欠氧的意外影响死亡事件。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发病的过程。如果一个人缺氧的话，通常还是会有呼吸困难、呼吸急促的症状，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说，这些到院前死亡的病例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有医师提醒，致死率提悬，唔那是稳型欠氧，也可能甲慢性病、年纪等其他因素有关系，民众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就是惊讲国内疫情伫咧年假期间，搁再压起来。高公局伫今仔宣布讲，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伫咧5日节年假时阵拢会休困。高公局也会做车辆管制，控制伫咧过去年假交通量一半以下。5日节就要来啊，就惊疫情的升温。高公局伫咧7日宣布，国道专线15个服务区的卖场，包括超商、医体柜台、食分析等等公共设施，全部拢会关起来。民众出入便所甲加油站也拢着爱徛名。也若国家公园除了会继续关，内政部也会加强巡逻，包括垦丁所有的沙埔、合欢山、主峰、太鲁阁、武岭亭等等。阳明山甲玉山、塔塔加地区国家公园的停车场也拢会关，其他的停车场车辆拢爱减4成。
也拿全台湾142条的自然步道，甲81条的林道也拢无开放。连假所运高铁载客率已经降到5%，代替是已经降到3%。所以目前高铁的订票数是38000多张，台铁是26000多张。那我们也希望在个人运输上面，就是在高速公路的运载，那有做一些流量的这个控管。那会从6月11号的晚上9点就开始，一直施行到6月14号的24点为止。交通部也会控制交流道的车流量，要甲压伫咧过去廉价交通量的1半以下。中央要是呼吁民众尽量用卡电话代替回乡过节，若真正爱转去一抓，定着爱做好自主健康监测。记者阿敏珍、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年假就咧要到啊，加上疫情影响，最近物流业是真无闲，甚至有业者规期甲冷冻的部分先来暂停。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会成立平台协助业者来处理爱冰爱冷冻的货件，也会找计程车和乌托邦来斗送货。一箱一箱长时的山药放伫咧邮局货物区，这邮务人员赶紧来整理，要伫上短时间甲送出去。不过现场无干是这个山药，因为疫情升温，佮加上5日节连续假期，送礼也是买物件，货物量是大大增加，幕后邮局邮务人员是真无闲。像讲6月1号到9号，平均每一天这货物的数量是超141000多件，甲顶个月同一时间比起来，每一天113000多件来讲啊，是增加将近3万件，这增加比例差不多是24.65%。采取呢跨单位的一个协助投递，那么来减轻呢包裹邮件投递人员的一个工作负荷。除了邮局，其他货运业者嘛是运量大大增加，无来保证这货当送到的时间，尤其是低温货运服务，更加是超过因的负担，只好是暂停部分的服务。像讲是嘉义大英物流，伫6月8号到6月12号是暂停接收一般消费者来寄到湘北、桃园甲新竹的低温货运。台湾宅配通是6月10号到13号暂停修理一般消费者来寄这低温的货物。欧喵宅急便是为6月9号暂停一般消费者来寄这低温的货物，伊甲这当暂停部分的服务来消化即马正大的货物量。由货物人员组成的台湾货物产业工会社透露，无敢若是物流员工大量的加班，真侪货嘛因为寄的时间相长来出现变质的状况。已经超载了，几乎都超出每一间物流公司的负荷，它造成这些不管是货物的损害，或者是低温包裹的失温。看到货运产业营运超量，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已经来成立了公路总局平台来协助处理这低温的货物。除了4大物流公司互相来斗相共，互相来支援，嘛来介绍物流业者加计程车，还有机车物流来合作，希望会当互即摆状况有所改善。记者张志阳、陈志成、民交环台北、高雄报道。在咧疫情期间，咱去到倒位拢爱进行实名制。不过，这个实名制用途是啥物呢？当市长地本产业讲，这实名制简讯的用途是互中央政府伫咧做疫情调查的时阵，通好精准去追踪到确诊者的行踪。不过，这个系统也会发通知互民众。持续甲确诊卡者做消毒。桃园车站新增本土确诊个案14例，鼓山移工案新增1例，累计18例。嘛传出华航罗富特饭店群组清零，代志敢若做一半。机组人员隔离检疫约14天，就互76个人搬倒去罗富特。桃园市政府表示，是照有指挥中心的决定，过去嘛有检疫搬线安置的经验。驻都饭店当时是一个临时的这个支援方案，那一旦诺富特饭店启用后，就必须要由诺富特饭店担任起专责旅馆的工作。地文产表示，机组员是照特殊防疫的规范，甲一般的民众无共款。另外，机组员的专职防疫旅馆必须要派中央专职的人员，包括保安、警察、医护人员。一般饭店并无这款的条件。请用手机帮我扫描 QR code。今日去店来进前，手机爱先扫一下 QR code， 做实名制登记。伫咧确诊者的卡价发布了后，桃园有民众伫咧面册铺文笑讲，家己发票拢无着奖，结果确诊者的卡价刷着啊！伊家己先自主健康管理，毋过嘛质疑为虾米实名制无互伊信息通知。假设有涉及某一个场所需要疫调追踪，我们会调出当时简讯实联制所有的顾客的这个足迹，那会做疫调所以
并不会做细胞简讯的通知。市长郑文灿表示，检验实验者是提供疫调人员做疫调追踪使用，陪做细胞检验的通知，甲大型活动电子围篱的警告，或者是预告性质是无共款的。也若针对伫要到的5月节连假，郑文灿呼吁民众爱踮伫咧厝里保平安，嘛讲到观察顶一波的疫情，母亲节的聚餐甲活动是经济传播的途径。5月节连假是关键，希望全国守护健康，减少活动，平安度过这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中人公司甲移工安排去住新竹市的一般旅馆，落尾去互新竹市政府罚100万。想袂到初九又搁传出中人公司无通报县政府，就甲一部分的移工刷去新竹县内一间检疫所。县政府的人员赶到现场来消毒、救封锁线，也引起附近民众惊吓。检疫所前后拢抽封锁线，另外把全副武装，唔敢瞌睡。各移工因为人无爽快，救护车赶紧甲人送采检。县政府听到这情形，连面派人到附近消毒。没有人讲啊，那到昨天才发生这种事情，那你是不是太慢了？那大家都觉得哦，好恐怖哦。怕是一定怕啦，但是该做的防护做好嘛，这样子啊，对啊。卖了电子场传出疫情了后，有部分移工驶来到这间新竹县检疫所，虽然讲地点合法无问题，不过中人公司无照规定，在7天内通报，新竹县政府决定要罚这间业者30万。依照相关的规定，需要在7日内通报主管机关。目前我们是没有收到，我们也在收集相关的一些事实的一个证据。基于这个疫情的考量，也真的要希望这个样的行为能够遏止。我们会县政府这边会从重来做处罚，做30万的处分。检疫所这阵有39名移工住内底，一部分因为快筛阳性，目前等 PCR 结果。县政府讲，附近会加强防疫措施，嘛会注意减少大的人数，呼吁大家无需要伤过惊吓。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学生即马拢爱透过一个电脑伫咧线顶学习。不过，一寡特殊教育学生来讲，袂当和老师当面授课，学校的学习是要安怎来维持呢？除了着家长爱配合，嘛考验着老师上课内容安排。好，停一下，老师看一下哦。运用手头所有的设备，伫家己的老师想办法要来教带伫台南的适中学生使用电脑上课。我会想要回学校上课，因为可以直接跟老师接触，如果不懂就可以直接问老师。那慢慢在小5、小6的时候，他才全盲，所以对于他的盲用电脑的能力啊、点字的能力，他来到国中等于说几乎是从零开始。干嘛？一开始也是要我帮他，就是写完作业他自己写，然后我要帮他上传，然后前阵子老师也教好让他自己怎么上传，所以他全部都可以自己完成。除了青梅囡仔，即马一寡特殊教育的学生嘛，拢爱透过电脑来学习。不过老师表示，有时阵父母无伫边啊，学习的效果就会较歹。我丢了一个问题之后，变成是小孩子没有回应。对啊，我觉得最需要的其实还是家长尽量能够在荧幕前面的陪伴，陪着小孩子线上教学，陪着他学习。然后我觉得家长是会更清楚小孩子的那个学习内容，还有他的学习情况。学校表示，特殊教育的学生因为疫情的关系，华语学习会比一般的学生更加辛苦，所以老师除了爱思考新的教课内容，家长的协助甲陪伴，嘛是维持学习效果上好的办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在咧防疫期间，民众大部分的时间拢是踮伫厝内，若准无聊想要找伴，高雄市动保处也推出新的领养动物方案。若专人专车甲动物送到恁兜，民众阁会当先饲14天看卖，增加这个民众认养意愿。收容中心的狗仔看到人拢真活泼，嘛有狗仔囝看起来介古锥。不过这阵因为防疫，民众领养减少足侪。目前有250只狗仔，甲40只猫仔住伫遮。高雄2个收容中心嘛拢已经客满。为着要较紧替因找到新主人，动保处即马予民众会当先试14天。较早咱民众来阮遮领狗仔猫仔吼，有规定讲安尼1礼拜以内吼，你若无特殊的疾病吼，你袂使管退行，有14天的迄个饲养期吼。那
这期间，若感觉讲民众，若是你对这你领养这狗仔猫仔，若讲有不能适应的时阵，你会当随时来向体验馆。因为防疫出门无方便，动保处表示，即马民众会当伫线顶先经看卖介意倒一只动物，因有专人协助媒合，有专车甲动物送到恁兜，佮有送晶片登记、3年的注射等等的好康，希望提悬民众领养的意愿。这是好的，因为即马伫个防疫期间吼，即马足侪民众拢无法度出门嘛。啊，无法度出门，伊本身除了伫上网啊、看电视、拄外嘛，对毋对？伊会当去认养伊的动物吼，会当和伊互动啊，培养感情，这是对整个社会吼，甲生活即马伫防疫期间有帮忙。防疫影响，民众带动物伴去动物病院的减少真济。不过，动保处认为，民众要受动物伴的需求，要互狗仔、猫仔陪伴厝内的时大囡仔，防疫生活较袂无聊。记者邓亚文、罗维泽高雄报道。讲到人类史前时代记录，会当讲是真罕见也真珍贵。印尼政府和澳洲的大学有组成一个考古队，伫咧2017年伫印尼的马洛斯有找到差不多离即马有45500多年，会当讲是有史以来上界古早人类壁画。不过因为地球暖化影响，这挂壁画也开始小卡卡。发现这壁画地点伫印尼苏拉维西岛的南部，伫个叫做马洛斯的所在。岛上的峡谷除了会当看到树仔青林荫的群山，全骹阁有海水流过的洞穴。考古学家2017年伫个洞穴内底发现一批史前人类用画笔等等的工具所画出的帕拉或者是饲动物的壁画。苏拉维西早伫个史前时代就有人类伫个住，这批壁画毋但是苏当时人类伫个遮居住的证据。麦当说明苏拉维西史前人类的生活形态。This is a painting of a pig from a cave in Sulawesi. We've dated it to 45,500 years ago, and we think that this is the oldest depiction of the animal world anywhere on the planet. You can see here the head of the pig, the tail and the legs, and you can see these two images of human hands next to it. We think this is the earliest known artwork produced by humans, and it's a truly amazing. 考古团队先收集壁画的内容，然后伫电脑内底存档。上新的研究报告伫今年5月底出版。专家伫巡视的过程当中发现，人类伫内底画图的这岩洞出现受到侵蚀的现象。Akhirnya kesimpulannya yang kita tahu tulisan itu baru terbit baru-baru ini bahwa ternyata pengelupasan itu dipengaruhi oleh perubahan iklim. 考古学家指出，全球的暖化佮有气温异常的升悬，地书伫一般厝内看到的壁岩，嘛伫遮个岩洞内底出现，而且因为渗淹现象，盐分淋入去海水的水汽，使得壁岩加速恶化。所以考古专家为着要保护遮个史前遗迹，会使讲是伫个甲时间比走表。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明仔载天气稍后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3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